一個專屬嘅私人天台空間，俾你飽覽維多利亞港。臨海豪宅項目，讓你提升生活環境。而家係晏晝5點半，亦都係日落嘅時間。有冇諗過你住嘅地方每一日都可以望住咁靚嘅日落景呢？今日我哋到維港頌參觀個4房嘅特色單位。進入大門口之前，係一個獨立嘅專屬升降機大堂，而長方形嘅客飯廳亦都方便返家私咁靈活擺位。由於我哋臨海項目單位嘅採光亦都非常之充裕，由露台望返出去，可以180度咁望到維多利亞港。正正而家日落嘅時間，唔知你望出去會唔會有一種好溫暖嘅感覺呢？而客飯廳係連接住廚房加埋工人套房，保養上亦都非常之新淨，同埋有獨立嘅洗手間。首先嚟到浴室，係浴缸嘅設計，空間感亦都非常之充裕。而客廳連接住嘅第一間睡房係長方形嘅開積，樓底亦都相對之高，亦都唔會有好大嘅壓迫感。可以喺房間都望到咁靚嘅日落。嚟到主人套房，入門口嘅右手邊預留咗空間做衣櫃。雖然而家擺咗單人床，但你再翻雙人床嘅時候，都有足夠空間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而旁邊就係主人浴室，除咗浴缸嘅設計之外，仲有乾濕分離嘅淋浴間。由大門口嘅另一邊，首先會通過化妝間，喺裝飾上亦都非常之豪華。我哋今日參與個單位，實用有1269尺，再加上390尺專屬嘅天台空間。現時業主係大幅減價，現時叫價係5200萬。影片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有興趣不妨聯絡我嚟參觀呢個單位啦。